兄弟帮我看一下里面那个女孩子，她情绪有点激动。现在联系你那俩朋友，你那俩朋友来了之后通知你，接完你走，好吧？先坐这里。现在就是不管什么，反正这样子了。对啊，现在就这样子了。你觉得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？你不能再耍，他们俩还提上了。我干这件事我都跟人家商量好了，我说那个是我女朋哇，友。商量好的啊！你承认了，这个跟你，首先你赚不到钱，让我测到啦，他假装了，如果你受不了啦，然后你去找一个没花钱的女人，哇哦，然后来诋毁我，哇哦！搞笑了，我靠！开心就开热闹多好。没关系啊，我爱被当乐子，让你开心就好了。正好你也在这里，你觉得这个事情是谁过分呢？还要拖我来？是吗？让明眼人、长眼睛的人都这